大家好，我係 Candy， 歡迎嚟到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。今次我想同你講一本喺矽谷被稱為人生天書嘅書，叫做《納瓦爾寶典》。好多人一聽到財富自由呢4個字，就會即刻諗買股票、買樓或者係死慳死抵先做到。但係如果你問矽谷傳奇投資人納瓦爾嘅話，佢就會同你講一個好諷刺嘅真相。就係如果你淨係識得靠出租自己嘅時間去賺錢，你一世都唔會達到財務自由。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人明明冇你咁勤力，冇你咁經常 OT， 但佢哋賺嘅錢係你嘅10倍甚至係100倍呢？納瓦爾寶典呢一本書最震撼嘅地方，就係佢直接篤穿咗我哋由細到大被灌輸嘅多勞多得嘅迷思。佢話俾你聽，喺現代社會，財富從來都唔係獎勵最勤力嘅人，而係獎勵最識得用槓桿嘅人。所以今集我會用8分鐘嘅時間同你拆解呢一本書最精華嘅3個底層邏輯。所以今集我會用幾分鐘嘅時間同你拆解呢一本書最精華嘅3個底層邏輯。乜嘢叫做真正嘅財富？點解你一定要揾到自己嘅特有知識？同埋點樣利用零邊際成本去幫你賺錢？如果你覺得而家自己嘅工作係用命去換緊錢，咁今集嘅內容你一定要聽到最後。納瓦爾寶典第一個核心概念就係重新定義金錢同埋財富。好多人以為賺多啲人工就等於有財富，但係納瓦爾就話金錢只不過係社會俾你嘅一張欠單，用嚟換取其他嘅嘢。而真正嘅財富就係你瞓覺嘅時候依然可以幫你賺錢嘅資產，即係話如果你手停口停，就算你月入10萬，你都只係一個高薪嘅窮人。書入面講得好白噶，佢話財富係可以自我增值嘅嘢，例如係一間公司嘅股份，一個你自己寫嘅程式，或者係一條你拍完擺喺 YouTube 上面嘅片。呢啲嘢只要整好咗一次，佢就可以24小時無間斷咁為你服務。香港人好中意講獅子山精神，覺得只要肯捱就會有出頭天。但現實係，如果你每日工作10個鐘，你嘅收入上限就會被鎖定咗喺呢10個鐘入面。你冇可能一日做100個鐘噶嘛。所以納瓦爾就提醒我哋，你要將你嘅注意力由點樣揾一份更高人工嘅工，轉去點樣建立一份屬於自己嘅資產。至於點樣開始呢？就係要將你自己從打工仔嘅心態抽離出嚟。你要當自己係一間公司咁樣去經營。你要諗點樣可以累積一啲唔需要你親自落場都可以產生價值嘅系統。記住啊，財富唔係一場鬥勤力嘅比賽，而係一場講求資產配置嘅遊戲。咁你可能會問啦，我只係一個普通人，點樣建立資產呢？納瓦爾嘅答案係，你首先要揾到你嘅特有知識。咩叫特有知識？就係一啲學校冇教，證書證明唔到，但你天生就做得比其他人好，或者係你透過自身獨有經歷累積翻嚟嘅直覺同埋技能。如果你嘅技能你隨便喺大學讀個 degree 都可以學到，咁即係代表出面有幾萬個畢業生隨時可以取代你，你嘅價值自然就會被壓低。但特有知識就唔同啦，佢往往係結合咗你嘅興趣啦、你嘅性格同你過往嘅跌跌撞撞所得翻嚟嘅。可能係你對某一種冷門科技嘅觸覺，可能係你特別叻將複雜嘅概念用最簡單嘅語言講俾人聽，就好似我而家做讀書會咁。又或者係你對某一種社群嘅文化有極為深刻嘅理解。納瓦爾話，冇人可以透過做你自己去打敗你。當你做緊一件事，人哋覺得你好辛苦，但你自己覺得好似玩遊戲咁輕鬆，嗰個就係你嘅特有知識。當你揾到呢樣嘢，你唔需要同人去競爭，因為你已經成為咗一個領域嘅唯一，你嘅議價能力就會直線上升。當你有咗特有知識，下一步亦都係最關鍵嘅一步，就係要加上槓桿。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講過，俾一個支點我就可以舉起成個地球。
而喺財富世界，槓桿就係你嘅支點。傳統嘅槓桿有兩種，第一種係勞動力，即係話請人幫你做嘢；第二種係資本，即係用錢去揾錢。但係呢兩種嘅槓桿門檻都好高，你要管理人才，亦都要有人肯投資你。但納瓦爾就指出，我哋而家身處嘅網絡時代出現咗第三種，亦都係最強大嘅槓桿，就係零邊際成本槓桿。咩叫零邊際成本呢？最典型嘅例子就係一個程式代碼同埋媒體。你寫一個 app 俾一個人用，同俾100萬個人用，成本係冇分別㗎。同樣，好似我而家錄呢一條 YouTube 片，無論係1000個人睇，定係話係10萬個人睇，我付出嘅時間同精力都係一樣。我唔需要問任何人攞 permission， 我亦都唔需要問銀行去借錢。我只需要一部電腦同埋一個咪，就可以將我嘅影響力無限放大。所以如果你想脫離用時間換金錢嘅輪迴，你一定要學識利用呢一種新時代嘅槓桿，將你特有嘅知識包裝成文章、影片、podcast， 甚至乎係數碼產品，透過網絡分發出去。呢一個就係普通人喺現代社會最有可能實現階級跨越嘅方法。納瓦爾寶典睇落係一本教人發達嘅書，但當你睇到最後，你會發現佢其實係一本哲學書。納瓦爾講過，財富嘅終極目的並唔係為咗買遊艇或者係跑車，而係為咗換取拒絕嘅權利。你可以拒絕做你唔中意嘅工作，拒絕應酬你唔想見嘅人，最終獲得內心嘅平靜。好多時，我哋以為自己缺少嘅係勤力，但其實真正缺少嘅係一個跳出框框嘅思維模式。你唔需要逼自己每日做16個鐘頭，你要做嘅係揾到你嘅特有知識，加上合適嘅槓桿，然後俾時間去產生複利效應。如果你今日聽完呢條片都覺得自己被點醒咗少少，咁我想你記住，你唔係失敗，你只不過係暫時未揾到最適合你嘅發力支點。而我希望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可以陪你喺呢一段路上面慢慢行，唔使急，唔使逼自己，我哋可以一齊慢慢讀書，慢慢明白自己，慢慢改變。如果你中意今集呢一條片，記得幫我撳個 like， 我會繼續用廣東話陪你喺深夜讀好書，陪你行好人生。我係 Candy，多謝你收聽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，下集再見。